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今天咱們的胡適走勢可以說是揚眉吐氣，甚至在 A 股的帶領下，日韓股市也收漲。根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四大股指今日集體收漲，滬指暴漲 1.78%， 大漲；深成指暴漲 2.13%。創業板指數暴漲 2.5%， 科創綜合指數也是漲了 0.48%。最主要的是這個成交額 3.76 萬億，這個成交額創了歷史第二高，也就是說交投活躍，大量的資金踴躍進場，跑步進場。同樣的，主力並沒有忘記廣大的還沒有上車的韭菜。為什麼這麼說？今天2900家股票上漲，一馬當先。但是同時也有2468家下跌，它這個不是下跌，它是倒車接人，還有很多思想覺悟沒有跟上的韭菜，現在允許他們再次上車，這是倒車接人。還有一些人存款搬家，那存款剛到期，不巧对不對？那今天到期的你都可以把存款搬出来上車，所以說派了，就怕不夠，所以派了2400家來接人。所以说主力的良苦用心，大家要知道。要有感恩之心，为了讓每個人享受資本市場的這個盛宴，那主力也是操碎了心，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落下。而日韓股市那明顯的就已經遠遠的弱於我們的資本市場。日經225指數今天非常勉強，漲了個 1.55%， 還是在我們的資本市場帶領之下做了榜樣，日經才漲了 1.55%。雖然它創了歷史新高，但是它漲幅不行。而韓國的綜合指數呢更就很差勁了，勉強收紅，漲了 0.69%。便是漲了 0.69%， 這韓國顯然現在已害怕了。為什麼呢？財聯社6月22日訊說，周一就是6月22號啊 ，SK 海力士市值一度超越三星電子，26年來首次成為韓國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這家芯片製造商在20年前因一度財務問題瀕臨崩潰，如今實現了命運的驚人逆轉。截至北京時間中午11時47分 ，SK 海力士股價上漲 5.7%， 市值達到了 1.35 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有價值的存儲芯片製造商，市值一度超過三星電子。這個由於三星和 SK 海力士這個暴漲，導致韓國方面，韓國的監管非常緊張，害怕了，高處不勝寒，這種崩潰式上漲，一意孤行，一意上漲。韓國考慮管制三星海力士槓桿 ETF。6月22日，韓國金融監督院院長表示，由於散戶投資者對高風險產品的需求沒有降溫的跡象，金融監管當局正在考慮對個股槓桿 ETF 採取單獨的穩定措施。個股槓桿 ETF 的副作用正在日益加劇。金融監管監督院正在調查未來資產的什麼 SpaceX IPO 股票分配失敗事件，旨在防止類似問題再次發生，從而保護投資者權益。所以這方面韓國沒有經驗，那韓國確實資本市場還要跟咱們學習，這個不是吹牛，這韓國應該虛心向 A 股學習，就是散戶過於狂熱，那怎麼辦？比如說半夜雞叫，這個韓國金融監督院可以來個半夜雞叫啊。當然這些東西他不一定能學得會，學習是有成本的，有代價。一個半夜雞叫，那韓國股市連着5個跌停沒毛病，明天就開始熔斷，一開盤就熔斷。韓國交易所 CEO 他說，為提高投資者對股市的信心，將在明年之前，也就是今年接下來時間，對2700家上市公司中的300家實施退市，也就 12%。韓國股市裡面 12% 要退市，這個太狠了，我認為。你看在咱們這市場就不可能這麼幹，咱們是5400家，一年頂多40-50家，1%。我們主要是呈現出一個什麼？體現出要治病救人，承前毖後，主要是給出路，主要是教育。你交了罰款，你受了教育，你可以重新進入社會，進入股市。但是韓國就不行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市場那是相當的無情，非常殘忍。你看12%退市，哪有這麼玩呢？你說12%，那裡面多少散戶他們在裡面，那怎麼辦？他們的財產不就是打了水漂嗎？清零了嗎？所以說，這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市場不能玩，太殘忍。
所以说有關部門呼籲不讓咱們很多散戶出去玩，這是有道理的。你哪知道你買了股票就要退市？你今天買的，它明天就退市，12%呀！這是韓國。我們再看看叫市夢率。我今天看这個財聯社報道，科創板日報6月22號訊說，港股上市的智普盤中一度衝高2980港元每股。我記得它以前不是從1500跌到了900嗎？跌到了900。我記得它有一天不是衝高到1500還是2000？1500還是2000？後來跌到900多是吧？現在又漲到2980，2980就2980無所謂，对不對？它的市值是1.27萬億港幣，也大概1.1萬億人民幣，1.1萬億人民幣。問題是這樣牛的一個公司，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它是幹啥的？不到半年時間，股價累計漲幅21倍，21倍，半年時間，你要把你這個窩囊費全放裡面，你的這個失業補償金你放裡面，直接就翻21倍，從此再也不用找工作了。它的市值離阿里不遠了，那你就想象一下，这是什麼個公司啊？這肯定是比美團、京東跟他們加起來都多。那这大家就好奇，這是什麼個公司啊？不知道，只說是做大模型的，這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但是摩根大通他發這個研報，他說建議對智普進行增持評級，將目標價由1400港元上調至1800港元。目標價，理由是什麼呢？他說此目標價乃基於30倍的2030年預期市盈率折現而成。不是現在，也不是去年，也不是明年，是2030年的市盈率。假設2030年市盈率是30倍，那麼它現在應該值1800港幣。這是摩根大通，這個太狠了是吧？2030年的市盈率是30倍，那麼它現在就值1800港幣。問題是他這個研報出來的時候，人家已經是2000多港幣了，現在是2900港幣。那你說到底是增值還是不增值？買還是不買？也就是說，連吹牛的研報都跑不過它的股價。那你這個研報很顯然，明顯是來唱多這個智普的，結果你現在就顯得是在唱空。人家都快3000港幣了，你說人家值1800，幾個意思啊？所以說你現在連吹你都要往大里吹。唱多要往大里唱，你這種唱多，你很容易變成唱空。就像那個百年歌案的，百年歌為什麼好多人罵他？明明咱們領先好幾千年，他非要說領先100年，是不是這個邏輯？百年歌本來一下變成個吃裡扒外的大侄子，崇洋媚外。這本來是要吹这個領先是吧？清朝是遙遙領先，所以說現在可以說這股票漲起來，連這個機構都汗顏了，也就不敢那吹，那就後面加零。你得加2零，一個零都不行了，得加2個零，要不然你吹的不徹底，那就是黑；唱多不徹底，那就是唱空，沒毛病。我現在是徹底唱多，那唱就要唱徹底，太瘋狂啊！咱們再看看胡適，我還是覺得胡適靠點譜。咱們繼續唱多胡適，唱響資本市場光明論。6月21日，貴州茅台公告稱，公司2025年這個分配方案出來了，總之就是一股每股派發現金28.024元，含稅。我看了一下，它的股價好像是1200多一股。你要這麼算，好像這個它那個股息是吧，比那個銀行3年期的利息還高，3年期利息都1%點幾，它這個明顯的是已經2%點幾了，2.5%左右吧。你比那5年期的利息還高。我們假設茅台它未來的盈利不變，它未來的分紅它也不變，它都是高分紅。那你要持有茅台還是很合適的，但問題就是說它利潤能不變嗎？能不能做到不變？還有它的股價現在1200，如果保持在1200還行，但到時候給你來個600，給你除以2，你能不能受得了？這也都是風險。所以說對韭菜來說還是存銀行。所以你看很多基金像林園，他買了茅台，他為什麼他一直拿着？茅台實際上從那最高點下來跌了，不是1年，茅台好像也跌了3、4年，它就陰跌。茅台是陰跌，看它的 K 線慢慢往下跌，緩跌，所以說你也不知道它有沒有見底。那跌到600也可能。為什麼那些私募它拿得住呢？一個不敢割肉，一割它也反彈。第二個，畢竟像這樣的分紅比銀行利息要多，他把這個分紅拿出來花，那買的股票不動就放在那兒也可以，然後時間换空間。當然了，這些在目前來說，資本市場已經不講這個故事了。咱們現在講的是硬科技，是硅基，是講的是未來。這些
茅台這種叫老登股，已經棄之於敝履。你就是分點錢算什麼？你就是盈利有什麼用？故事已經变了。当然了，最後我不得不提醒一下，今天股市大涨，为全球资本市场做下了表率，起到了一個定向把舵的這麼一個作用。但是恐怕也有利好消息，這個利好消息是啥？大家自己去看。反正如果今天利好沒有兌現，那明天說不定還要倒車接人，繼續回來夯實這個基礎。我們今天重點是要聊一聊胡錫進老師。胡錫進老師最近很有意思，按理來說他在胡適應該是，如果他買了很多老登股是吧，碳基的，現在估計是鼻青臉腫在流血。但是保不齐他也買了一些是吧，配置了一些科技股，這不好說。但是从他的表现來看，胡錫進老師好像是在資本市場遭受了挫折。為什麼這麼說？發了個帖子，他先是承認伊朗，但是他不是公開承認，他是暗戳戳的，委婉的承認了伊朗玩完了，完蛋。你看他發了個帖子，他說被特朗普發帖打了一悶棍之後，說剛剛重啟就險些破裂的美伊瑞士談判終於簽署了第一份聯合聲明。他雖然說美國失敗了，說特朗普從戰爭中汲取了教訓，儘管特朗普死不承認，說特朗普知道了伊朗不是他可以像對待委內瑞拉那樣速戰速決輕取的對手，無論有沒有中期選舉，他都不想陷入長期的戰爭泥潭。所以這次他想了結與伊朗的長期衝突，他沒有意願再回頭大規模轉入。說美國輿論罵特朗普軟弱，那是美國政治必有的階段性回潮，並非美國社會真正的鼓勵他拉滿弓再戰。言下之意，胡錫進老師還是很了解美國的，這個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這麼說就這麼說。但是他雖然說伊朗這邊頂住了美以聯合打擊是重大勝利，但是他扭頭馬上就說暗戳戳的，他一邊說伊朗這邊頂住了美國和以色列這種摩擦，放在地上暴揍，這是重大勝利，你只要沒打死他就是重大勝利。他下面說伊朗沒有能力真的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戰略願景，也承認伊朗打不過，伊朗軍事沒希望，政治外交解決是伊朗的最佳途徑。胡錫進老師剛開始不是這麼說的，以前是伊朗是要跟美國打到底是吧？現在胡錫進老師又替伊朗承認了打不了，只能談判解決。胡錫進老師又說，他說中東和平是不會那麼容易得到的，就這意思。說海灣地區將是中東局勢長期的潰瘍處，也就是這你想那個地方和平不容易。他說美伊簽協議難，簽協議後得不到完全執行，不時遭到局部破壞，那樣的局面可能會是未來中東的常態。也就他承認美伊協議簽了也得不到執行。說第三個，胡錫進老師就得出結論，他說霍爾木茲海峽會逐漸打開，也就是會跟以前一樣，伊朗頂多偶爾的在那兒制造點摩擦。為什麼呢？他有幾個理由，一個理由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如果你在那鬧得太凶了，那就會導致霍爾木茲海峽本身的權重在下降，也就是你看中東那些國家，人家想盡別的辦法是吧？通過輸油管道，通過內河開鑿等等，人家想辦法就繞開霍爾木茲海峽。那這樣你霍爾木茲海峽的權重就在下降，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那就是最大的原因是某個國家在內的力量支持開放。這個某個國家咱就不說了，反正大家自己心裡知道，就是伊朗了。說伊朗只能把海峡當作威脅工具和短期的武器，知道什麼意思嗎？短期偶爾的搞一下短期武器，就哪天不高興拿着霍爾木茲海峽撒個野泄火可以，但是你不能長期在霍爾木茲海搞這一套，那對吧？其他的大国也受不了。那言下之意就是朗子輸了唄，霍爾木茲海峽這麼武器化沒戲了，對不對？沒戲了。那最主要的是核武器這塊，胡錫進老師說第四個說伊朗不得擁有核武器這一點，我認為能夠最終達成。伊朗會利用這個籌碼換取美國更多讓步，但他不會致力於在最終協議中為自己未來擁核留下明顯後門。美方不會接受這一點，伊朗也不會不顧一切那樣做。你看胡錫進老師已經替伊朗人投降了，人家穆吉塔巴都已經發聲明了，是不是他不同意这2件備忘錄，就是什麼？人家不放棄核。而這個佩澤西奇揚也說的，核濃縮權利不放棄，核武器人家現在不追求，那都是表面上，是不是？毛拉只要在，核武器一定是他們終極夢想。但是胡錫進老師替他投降了，說這個伊朗是不會搞核了。
他說，雖然擁核對伊朗這樣的國家具有吸引力，但過去幾十年的情況表明，核問題給伊朗帶來的實際災難和困境遠遠大於它發展核技術帶來的戰略好處。錯了，這種想法是錯誤。為什麼？就是你要站在毛拉的角度上考慮問題。那毛拉總結問題在哪兒呢？他問題一認識為什麼會出現目前這種糟糕的狀態，還不是因為核沒搞出來嗎？如果核武器在手，你被迫全球都承認我是拥核國家。他現在越来越这麼極端，对不对？他不會說我搞核武器不对，他現在只會得出因為核武器沒搞出來，所以才被別人按在地上摩擦。越是這樣，我越把它搞出來，別人就不敢動手了。那時候我們在平起平坐，我們在談合作、談經濟、談賣能源、賣天然氣，這個反而會強化毛拉他們得出結論，是因為核武器沒搞出來，所以才挨揍，而不是因為你搞核武器挨揍，是你沒搞出來才挨揍。你搞出來了，你就不會挨揍。就這個邏輯。胡金老師說啊，他說從未來看，美以不接受伊朗擁核的決心依然非常堅定，全世界也不支持伊朗擁核，繼續逆水行舟，對伊朗幾乎百害而無一利。所以無論在細節上如何安排，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會成為美伊協議的一大明確結果。那不是特朗普贏了嗎？所以說我這胡錫進老師就是暗戳戳的在這兒，表面上說罵特朗普，但最後得出結論就是特朗普大獲全勝，伊朗全敗，就這意思啊。伊朗不會搞核武器，那特朗普目的不就是這個嗎？而以色列的目的之一，對不對？至少一半的目的就是這個，是吧？以色列還有遠程導彈，對不對？還有一個什麼地區代理人武裝，那個都好說，是不是？相对来說，那核武器肯定是最重要。那你如果說伊朗不搞核武器了，這個目的達到了，那以色列至少是贏了一半，那美國是大獲全勝。這胡錫進老師到底幾個意思？雖然表面上說伊朗贏了，實際上這伊朗是傳輸啊，誰要把這個翻譯成波斯語發到伊朗的社交媒體上，但不知道伊朗人能不能看得到，或者是伊朗的媒體給他報道一下。我可以說伊朗的盤判们能把胡錫進老師腦袋給打破。伊朗的國家電視台會請專家在做節目，說胡錫進老師為什麼不慌，一派胡言。最後更有意思的就是胡錫進老師總是暗戳戳的，所以他寫的這東西你要仔細看。為什麼是暗戳戳的？他說伊朗曾經很繁榮，後來陷入困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其他海灣國家有了很大的差距，借這次戰爭把局面反轉過來，對伊朗有比其他目標更加重大的意義。老胡認為伊朗嘴上不說，但其行動的方向在與這個根本目標對接。完了，胡錫進老師最後還把朗子的毛拉政權給翻了。你要理解胡錫進老師說的意思。他說伊朗曾經很繁榮，那伊朗繁榮的時候是什麼時候？伊朗曾經是這個 GDP 全球排第4，那對吧？那他才是中東小霸王啊，那是巴列維王朝，好嗎？不是現在毛拉政权，是巴列維王朝，後來陷入困頓，那是現在毛拉。你看胡錫進老師暗戳戳的是吧？說伊朗還要回到那個繁榮的時代，那不就是巴列？那唯一的路徑就是毛拉要下台。說伊朗嘴上不說，但其行動的方向在與這個根本目標對接，那不就正好你又配合了特朗普？特朗普一天到晚說伊朗的政權更迭已經完成了，你看胡錫進老師又跟特朗普遙相呼應上了。咱們早有判斷，對不对？如果說特朗普跟伊朗簽了協議以後，如果伊朗真的照那個做，那伊朗相當於衛隊就退出歷史舞台，伊朗是實現了這個變革。你看看吧，如果簽的協議真的能執行，那就是衛隊一點權利都沒有了，衛隊靠邊站了。衛隊一旦靠邊站，那伊朗毛拉體制不就完了嗎？解散了嗎？毛拉的認可你才能參選，那毛拉認可之後你參選，那好歹還是波斯人要投票的，所以說多少他是民選的，他只是這個候選人這一關是需要毛拉認可。所以說胡錫進老師有點暗戳戳的，我也不知道他是邏輯自己不能自洽導致的，還是說他故意的。這提前宣布伊朗完蛋了，毛拉政權完蛋，伊朗搞不了核武器，伊朗的霍爾木茲海峽歇菜，這不就這意思嗎？還是說胡錫進老師最近賠的有點狠，資本市場鐵錘錘的有點狠？這個還不算，這個聊的是國際局勢。胡錫進老師聊國內那更有意思，我希望大家自己去看看。他這個微博是昨天發的，應該是21號。他特意交代，他說老胡找一個不產生具體事件聯想的時候寫下這個帖子，是想
避免節外生枝，好意被曲解，願意看的人看一看，不願意看的人忽略它便是。有點像《紅樓夢》是吧？《紅樓夢》前面交代是吧？我石頭记年代无考，什麼地方呢？你也不要打聽，就這意思啊，你不要產生聯想。你胡金老師先這麼一段交代，往往這麼一交代的時候，那肯定內容那相當的隱晦，真是隱，假與存，不就這意思嗎？他這個文章寫的是什麼？你沒有一定的閱讀水平，你是讀不出來他的意思的。寫的非常直白，好像很平白直述，但是你得想一下。他是這麼說的，他說實事求是很難嗎？不能不說，在全世界他都不容易。那就說了，他舉例子，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我們眼睜睜看着他們錯誤發動戰爭，把自己的問題歸咎於外部，種種誤判，從而知道實事求是是在不同的地方有多少五花八門的现實阻力。你看他表面上说，你说的，比如说美国打伊朗是錯誤的戰爭，但是美國不承認，就特朗普，所以說在美国實事求是也挺難的。那歐洲誰發動戰爭？地保發動錯誤的戰爭，但是都是把自己的問題歸咎於外部，也就是你發動的戰爭，你非說是別人的原因而且還誤判。所以胡金老師得出個結論，你看在美國在歐洲想實事求是也不容易，有五花八門的現實阻力。然後他話鋒一轉，說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堅持和平發展，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這是難得的偉大的實事求是實踐。幾十年的時間，我們創造了經濟奇蹟，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的經濟面貌和社会面貌。你看，從他這個目光，胡金老師的目光，從筆鋒，從大洋彼岸，從歐洲寫了一通，就收到了咱們這兒。到咱們這兒，他說外面不能實事求是不能正視自己的錯誤，喜歡把錯誤推到別人身上。你看國內筆鋒回到國內，在國內他先鋪墊，這個都是对吧？先說好，改革開放好，先鋪墊。這玩意兒你開會的時候，你要發言的時候，你要先說前面的這個總經理、那個副總、這個董事長、那個總監說的都好，你必須的这樣一通肯定之後，你才能說問題。你上來就說問題，那立馬給你發個口罩，是吧？那董事長就說別說了，有什麼問題以後再說，你先下去吧。那他前面一大堆鋪墊，都是這個好那個好。你看胡金老師說，我們面對新問題，我們不斷調整，致力於發展與安全的協調，知道什麼意思嗎？我們高度重視發展新質生產力，防範金融風險，突出保就業等等，這些都是了不起的實事求是新實踐。你看高度肯定。好，後面他又話鋒一轉，然而也不能不說，在我們的社會深處，如今不實事求是的現象仍有不少，一些明顯既不創造經濟價值，也不創造社會實際效益的空轉性忙碌，在很多領域都存在，他們消耗了寶貴的社會資源，也消耗了人們可以用來休閒消費的時間，而且一些人的忙碌直接制造了不必要的繁瑣，增加了內耗。這就是咱們以前節目說的叫暗黑人格，是吧？暗黑體制，少數人制造了絕大多数這個困難、焦慮、內耗。大家看過那個節目吧？胡金老師說了，一些人的忙碌直接制造了不必要的繁琐和增加內耗，說的就是這樣的人。你想這樣的人一旦忙起来，那你下面人誰受得了啊？都得完蛋了。所以說我們要清楚堅持并且层层往下貫徹實事求是的原則，絕非像喊口號那樣容易。对於一些地方以及垂直管理的領域來說，恐怕要有對實事求是做驗證的自覺，也就是你不能嘴上喊實事求是，你還要自己要做驗證，你是不是實事求是了？說上級也要對他們做相關考核。比如一個地方發展慢了，就業率低了，群眾不滿意的地方多了，當地就應當反思是不是實事求是出了問題。平時都挺忙的，那些忙碌究竟是促進了經濟發展，還是阻礙了發展？老百姓最希望的是什麼？工作的方向，如老百姓哪些希望，那些希望是否真对上了？老胡非常相信一點，中國的發展還遠未到頭，我們的人均 GDP 才是發達國家的1/10，前面的發展空間非常大，把那些潛力都釋放出來，有什麼具體問題就解決什麼具體問題，需要將實事求是原則貫徹到底，哪有什麼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是，我們
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全球高手。胡金老師暗戳戳的到底在說啥？誰不實事求是了？那肯定不是牛馬韭菜，对不对？你牛馬韭菜不實事求是，你还能怎麼着？是不是？你不就少吃俩馒頭嗎？你還能叫什麼？布衣之怒，一頭羌笛兒，你還能幹啥？是吧？所以说，胡金老師顯然矛头不是指向牛馬韭菜，指向誰？不知道。胡金老師後面還特意再交代一下，說這个老胡找一个不產生具體事件聯想的時候寫這個帖子，是要避免節外生枝。胡金老師畢竟被封過，對不對？害怕這個到時候又被封。所以只能點到這裡，大家自己想去。說願意看的人看一看，不願意看的人忽略它便是。這個總之我感覺矛頭不是指向下面。有個網友留言說湖邊鄉鎮基層工資拖欠好幾個月了。胡金回復他說那是你們那兒，肯定不是全國，請實事求是。可見胡金老師很有可能他就在倒車接人的那一波股票裡面，胡金老師就負責接人，所以接着那賬戶啊，縮水，它人性的光輝又多那麼一點，牢騷就多了一點。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